我係 Andrew 姚祖輝，我係代表商界議嘅即係中華總商會嘅立法會議員。好開心咧，92年咧就加入咗自己家族企業，咁亦都咁30幾年咧帶領過我自己一個香港嘅本土企業咧，我叫轉型3次嘅全國人大嘅工作裏面咧見到好多內地嘅發展高速嘅發展，尤其是而家呢幾年嚟咧喺科技嘅發展，咁我睇過好多嘅工廠，我哋叫做黑燈工廠、無人工廠。咁令我好多感受，點樣可以將呢啲我叫做新嘅高質生產力咧，帶俾香港傳統工業轉型。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好希望可以代表業界同香港政府同埋所有嘅持份者好好咁溝通，真係做到一個叫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同一時間咧，同所有持份者大家去面對困難，揾到一啲新嘅解決方法，令到香港有啲新嘅正能量再起飛。10年之前咧，我喺青衣工廠開咗一間廠，叫做鋼鐵加工。咁我呢幾年咧變為一個用數據、用 AI、用全自動化嘅一個工廠。咁我哋係會有好多工人會失業咧？咁唔會嘅。其實我哋將我哋本來係一個 machine operator， 即係控制機器嘅機械嘅工人咧，變咗做一個識得點樣用 AI 系統去加入我哋啲機器嘅人。佢哋嘅工資亦都相對提高咗，但係我哋成個產能咧，好似我哋呢個 case 咧，係提升咗2倍。咁呢個係我希望今次喺立法會裏面幫助到我哋業界，幫助到香港做到嘅嘢。我講講我哋一個實例啦。咁3年前咧，我喺嶺南大學咧開始咧就將成個學校對人工智能作為一個重點嘅工作。我哋有一個叫 AI Media 人工智能新媒體嘅學系，佢係點樣教啲學生用人工智能配合新媒體去做一啲新嘅視頻出嚟嘅？係咁多間大學裏面最搶手嘅一個科目。50個人申請，我哋先收一個。好多嘅傳統產業咧都話，即係轉型嘅時候咧都缺乏支持喎。咁其實你如果喺議會當中咧，你會點樣去推動政府咧係俾多啲支持業界咧？我覺得香港政府已經好多支持業界嘅，譬如好似BUD 基金，譬如好似我哋叫做電商易嘅，但係往往佢成個申請嘅過程比較複雜啲，或者係出海全球嘅我哋叫人才嘅高地，係幫助到香港繼續再起飛。工業又好，傳統嘅服務業又好，專業服務好，通過科技、通過創新同埋通過人工智能，但係最緊要嘅話係通過我哋思維嘅改變。我會大力支持香港政府，一定要做好我哋科技嘅投資，等到香港可以再出發。